国艺花镜公布第23届国家文艺奖的得奖人，分别是传统戏剧的表演者小米老师，也个作家夏曼兰坡安和视觉艺术家梅丁燕，甚至也个一位是纪录片导演老乡，这4人得奖。不过今年舞蹈、音乐、建筑这3类是无选人出来。 为着要表扬伫艺术领域成就出众的艺文工作者，国艺会每2年办一届国家文艺奖，针对文学、戏剧等等7个类别选出得奖者。得奖的人会当得到奖座甲奖金100万。国家文艺奖今年是第23届，第12月11公布4位得奖名单，包括表演艺术家小米老师、作家夏曼拿破安、视觉艺术家梅丁燕甲纪录片导演老乡。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深耕多年。 创作不错，他们从在地出发，但是也连接到整个国际，展现了我们台湾艺术创作的多元跟生命力。明年的4月26号，要为这4位得主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。 董事长林基用补充说明讲，今年因为伫咧音乐、舞蹈、甲建筑类分别伫咧复审、决审无选出名单，所以最后敢若选出4位得奖者。记者会后，台记台嘛特别采访到伫咧歌戏领域、传承创作等等拢正出色的小米老师。老师讲，家己毋是自细汉就学歌戏，真正是下真侪苦功去学老一辈的安怎做戏。我假是教歌戏，我较早是伫咧歌舞剧团呢，我到30几岁来进入歌仔戏。 所以我能得到那么多奖，我真的是这一生真的是无迄个遗憾嘛啦。小米老师讲，会当得奖，伊真欢喜，但是伊上放累到有关是歌戏的传承。小米老师讲，伊会继续甲家己会晓的物件拢搬出来，嘛毋望学生会当学着戏剧表演内底上有料的物件。记者卢尚如、曾春游台北报道。